另外消息来关心，咱台湾对2021年元旦开始有开放有来去多巴胺的美国猪肉会当进口，也毋过消基会抽查通路了后，去查289件有蓝猪肉片的产品，也毋过拢无发现讲顶头有写到用到美国猪肉。消基会是表示，美国猪肉伫今年1月份至5月份进口量有1200吨，啊毋过市面上拢找无，伊嘛积极讲，安尼这美国猪肉走去倒位。台湾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猪肉进口已经超过2年。根据卫福部食药署统计，敢若今年1月到5月，为美国进口的猪肉就有1204吨，伫其他会当食的部位，像猪脚、大肠头顶，也有1511吨。也毋过消基会上新调查所发现，市面上找袂到美猪进口的产品，到底这的美国猪肉流向倒位去咧？政府需要讲清楚、说明白。它明明是这一个使用的美国猪的这样一个原料，或是甚至呢贩卖的这个美国的一个猪肉，但是标示上呢标示了其他的一个原产地，不是美国的原产地，这2个可能性都有的。消基会表示，至今伫北中南的市场贩仔、便利超商、大卖场、百货公司等地，抽样289件含猪肉成分的相关食品，其中有272件是来自台湾，15件来自西班牙，9件来自加拿大等。虽然猪肉产地标示合格率是100%，也毋过煞无一件是来自美国产制的猪肉商品。未来也真歹相信，若果开放加拿大全牛连牛肉进口了后，政府会当真周全的将产品公布。总计美国的产品占台湾的猪肉消费市场只有0.4%，因为美国猪肉在台湾猪肉消费市场占率极低，所以比较不容易看到。食药署强调，自110年到112年5月，国产甲数字猪肉有232万吨，其中美国数字0.96万吨，只占0.4%，各拢符合卫生标准。另外，市面上卖的产品标示部分有22.4万件自完成，杂肉猪肉原料产地标示，其中美国猪肉有1521件次，占比也只有0.6%。记者综合报道。